你係咪肚餓、嬲、寂寞、攰？歡迎收聽我在 HALT。你有冇試過定目標？好似我要轉行，我要讀書，我要揾到自己想做嘅嘢，但現實就係未攞到 PR，唔可以入全日制課程，但又好唔中意而家份工，日日返得好辛苦，成日覺得卡住咗，無力感。我明你，因為我都試過。今日我想同你分享一個唔係咁浪漫，但實際有效嘅方法。SMART 目標 ，SMART 係咩？係一個幫你拆細目標，避免自我打擊嘅框架。5個字母 S specific 具體，唔好只講我要轉行，要講清楚。我想喺心理健康範疇做相關工作。M measurable 可量度，例如我每星期至少睇一份職位要求，記低所需技能學歷。A achievable 可達到，未攞 PR 唔代表你乜都做唔到，例如未能入學就先上免費 online course 或揾 part time 工作做準備。R relevant 相關，問下自己，我做緊呢啲事係咪真係幫我朝夢想靠近？例如咬緊牙根返而家份工，可能為咗累積加拿大經驗攞 PR。你可以話，雖然我唔中意，但我每個月都記錄自己學到咩，同埋要避開咩工種。T time bound 有時限，我喺6個月內準備好 PR 申請，之後目標係明年9月入學。例子，原本你會話我好想讀書轉行，但冇 PR 又唔想返工，依家你可以咁寫 SMART 目標，未來6個月內，我每星期至少揾一個相關學科資料，儲低 PR 申請所需文件，並完成一個免費 online 課程。呢個目標可行，有時間，有行動，有意義。唔係你冇目標，而係有時目標定得太大，冇俾你個腦一個可以着手嘅起點。用 SMART 目標，就算你唔中意而家份工，未攞到 PR，你都可以揾翻自己條路，唔係空轉，而係準備好一刻就出發。冇得行大步唔緊要，你可以用一啲好細但清晰嘅步伐，幫你慢慢行出現狀。多謝你收聽我在 HALT，下集見。如果仲有下集嘅話，